今日等我哋以天國榮耀為主題，一齊查考上帝嘅話語。有啲家人一開頭信心不足，後嚟因為得到領悟，就堅決去實踐上帝嘅教導同聖經嘅教導。同時，有啲家人雖然明白，但難以付諸實踐。我都見過一啲家人，開頭忠實咁度過信仰生活，但之後開始動搖，好少嚟教會，沉浸喺世俗。點解有啲家人嘅信心同熱情不斷增長，但有啲家人嘅信心就冇增長呢？我用咗一啲時間嚟思考呢個問題。我認為係因為佢哋未正確了解上帝嘅國。如果唔認識上帝嘅國，就冇辦法期待同憧憬嗰個國度。我哋習慣將五官可以感知到嘅世界視為全部，經常唔自覺咁接受世人追求嘅生活方式，覺得自己都應該咁樣生活，咁做係理所當然。如果稍微跟唔上，或者偏離咗呢種模式，就會開始懷疑我嘅生活方式係咪有問題？我係咪應該試下唔同嘅嘢，為未來做準備呢？正因為咁，我哋就會產生咗好多世俗嘅諗法。當達唔到世人嘅標準嗰陣，就會誤以為自己嘅生活係錯嘅。就連努力過信仰生活，似乎都係錯嘅。我見過好多咁樣嘅人。當牧師講關於天國嘅嘢嗰陣，大家可能會諗，世上冇乜嘢值得可惜。但係，如果只喺知識上接受話語嘅話，信心就唔會長久，會好似建造喺沙土上嘅屋一樣，只要遇到困難或者撒旦嘅毀謗，好快就會動搖同跌倒。我哋要知道自己係邊個，即使我哋冇辦法完全衡量上帝為我哋預備嘅世界，但我哋至少應該要咁知道。我以前同大家講過，上帝創造嘅宇宙，但無論我點講都好，大家都想象唔到，係咪？因為冇睇過，所以冇辦法理解。即使地球由南到北只係得2萬公里左右，但我哋到而家為止，仲未真正探索過一次。所以喺仲未完全了解呢啲細節嘅時候，我哋只會認為地球好大。各位，但實際上，即使得到地球上所有嘅榮耀，都唔算得係啲乜嘢。點解話唔算得係啲乜嘢呢？因為從宇宙嘅視角去審視地球上嘅日常生活，一切都係微不足道。所以真正領悟呢一點嘅人，往往會覺得世上嘅生活好空虛。所以傳道書1章2節記錄，傳道者說：虛空的虛空，虛空的虛空，凡事都是虛空。所羅門雖然將人可以做嘅所有事都嘗試過，但始終揾唔到真正充滿佢內心、帶嚟滿足同喜樂嘅事。今日我哋以天國榮耀為主題，一齊諗一諗天國。如果對天國冇信心，或者冇領悟，咁一旦被世俗嘅事物誘惑、勾引、迷惑，就會放棄天國嘅一切。各位，我哋要明白，我哋居住嘅呢個世界係極微小嘅世界，比起針眼更加細。我哋將來要去嘅世界，即係上帝預備俾我哋作王嘅世界，係同呢個地球完全唔一樣嘅世界。所以，當使徒保羅睇到第3層天嘅榮耀嗰陣，佢覺得呢個世上嘅事物係乜嘢？都係糞土。原來我一直都俾呢啲嘢束縛。
原來我將精力、時間、熱情都傾注咗喺呢啲嘢度，嗰啲嘢真係毫無價值。為咗令其他人知道呢一點，使徒保羅好有熱情咁傳道，因為佢見到世上嘅人喺對天國一無所知嘅情況下生活，覺得好惋惜。所以我哋今日嚟思考一下呢個問題，大家記唔記得我之前講過，地球嘅直徑係幾多？大約12700公里。如果以時速1000公里嘅車速行駛，只需要12個鐘就可以抵達地球嘅另一邊。地球係咪細到好不可思議呢？地球其實唔算係一個好特別嘅地方，但係喺呢個冇咩特別嘅世界裏面，我哋成日去揾呢個世上最好嘅嘢係乜呢？喺呢個世上，權力究竟係乜嘢？擁有呢個世上嘅一切會點樣呢？我哋總係好好奇，想要得到更多，享受更多。各位返到天國，回望呢啲嘢嘅時候，就會覺得好可笑。小朋友玩煮飯仔遊戲嗰陣，對嗰啲玩具煲、玩具羹同玩具筷子係幾咁執着呢？如果有個朋友行過嚟，話俾一個我淨係要呢個，然後拎走一個玩具，咁就大件事。因為對於小朋友嚟講，玩具比寶物更加珍貴。但係從成年人嘅角度嚟睇，又點樣呢？呢啲嘢真係微不足道。當朋友想要自己嘅一件玩具嗰陣，因為有好多，所以唔介意分享，但小朋友就會唔捨得。同樣，因為我哋嘅思想局限喺地球呢個狹小嘅空間裏面，所以冇辦法仰望上帝喺我哋面前展現嘅廣闊世界。即使上帝話，我會將你哋帶到呢個廣闊嘅世界，應許你哋作王，我哋都唔明白其中嘅意思，所以我哋難免會忽略咗上帝嘅應許。只要拯救一個靈魂，就會發光如星，直到永永遠遠。即使上帝好真誠咁話俾世上嘅人知，但佢哋只係當佢做聖經裏面嘅一句經文，甚至冇諗過去唔到天國嘅話會點，最終走上令人遺憾嘅信仰之路。所以到最後，乜嘢都冇準備，乜嘢都冇實踐，直到父親上帝降臨審判呢個世界。即使聖經已經預告咗上帝嚟臨嗰陣會做嘅事，但佢哋就認為呢個只係聖經裏面嘅一個內容，同我嘅現實情況唔同。咁樣諗係因為佢哋唔了解天國，因為唔了解上帝之國嘅事，所以佢哋專注於點樣得到人哋嘅尊重，比其他人享受得更多，住比其他人更加大嘅屋，過比其他人更奢華嘅生活。我哋要經常思慕天國。哥羅西書3章記錄，所以你們若真與基督一同復活，就當求在上面的事。當諗到天上嘅事，應該會好興奮。各位有冇因為擁有真理而覺得好開心呢？有人好開心，有人冇咁開心，亦有啲人冇乜感覺，甚至有啲人漠不關心。係咪因為覺得我哋嘅真理只係比其他教會嘅好少少？橫掂終有一日都會離開呢個世界，咁定期去教會就得，最後自然會有定論。如果懷住呢種模糊嘅諗法行信仰之路，一定會出現危機。一齊睇下馬太福音25章23節。主人說：好，你這又良善又忠心的僕人，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，我要把許多事派你管理，可以進來享受你主人的快樂。那領1000的也來說：主啊，
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，沒有種的地方要收割，沒有散的地方要聚斂。我就害怕，去把你的1000銀子埋藏在地裏，請看，你的原銀子在這裏。主人回答說：你這又惡又懶的僕人，你既知道我沒有種的地方要收割，沒有散的地方要聚斂，就當把我的銀子放給兌換銀錢的人，到我來的時候，可以連本帶利收回。奪過他這1000來，給那有10000的，因為凡有的還要加給他，叫他有餘；沒有的，連他所有的也要奪過來。把這無用的僕人丟在外面黑暗裏，在那裏必要哀哭切齒了。呢個僕人點解哀哭切齒呢？佢之所以哀哭切齒，係因為失去咗天國嘅榮耀。關於天國榮耀有幾咁大，因為經上記錄係人心也未曾想到的，所以我哋理解唔到天國嘅榮耀。地球嘅直徑大約係12700公里。聽講太陽嘅直徑大約係140萬公里。如果太陽直徑係100米，咁地球直徑就連1米都冇，係咪？地球就係咁渺小嘅存在。唔單止咁，就好似天津4同大犬座 VY 咁樣嘅行星，佢哋嘅體積大到完全冇辦法同地球相提並論。地球甚至仲細過1粒塵。喺浩瀚嘅宇宙裏面，有無窮無盡、難以想象嘅行星同銀河星群。有人話，就算用咗好似哈勃望遠鏡呢啲先進嘅現代科學光學儀器，都冇辦法量度嗰啲星體嘅龐大體積。但係上帝為我哋做咗乜嘢？上帝為佢所愛嘅子女預備咗咁樣嘅世界。真正相信呢一點嘅人，就會好似使徒保羅一樣，努力奔跑。我們若活着，是為主而活；若死了，是為主而死。當保羅睇到第3層天嘅天國榮耀嗰陣，佢將喺呢個地上嫁娶嘅事都拋諸腦後，佢以往所積累嘅知識，亦變得對佢毫無意義。即使成為地球上最偉大嘅人，得到全人類嘅稱頌，但從浩瀚宇宙嘅角度嚟睇，就好似小朋友玩煮飯仔嗰陣喺度嗌：我係國王，我最叻，你哋都要敬拜我。大人見到嘅話，只會覺得非常幼稚。正因為天國係咁樣嘅世界，所以參與唔到喺其中嘅人會點樣？我當時應該要更加努力，早知就應該更加憧憬天國。所有人都會後悔曾經浪費咗嘅時間。我哋嘅太陽系直徑大約係90億公里。聽講我哋嘅銀河系直徑大約係94京公里。94京公里有幾長？因為我哋冇體驗過，所以唔知道。淨係知道呢個就係佢嘅數值。相比之下，地球係連微塵都不如嘅存在。換言之，就好似唔存在一樣。各位想唔想像到呢？而家淨係聽我描述，大家好容易會覺得應該真係有咁嘅世界。但使徒保羅當時睇到第3層天嗰陣，佢幾乎暈低。我原本以為我所知道嘅地球就係全部，但原來仲有咁廣闊同壯麗嘅世界。上帝已經應許咗我哋嗰個世界。考慮到呢一點，地上嘅事物又點會值得我哋關注呢？就算淨係追求天上嘅事物，我哋呢一生嘅時間都遠遠唔夠用。所以聖經記錄，體貼肉體的，就是死；體貼聖靈的，乃是生命平安，係咪？所以上帝為我哋所預備嘅係眼睛未曾看見，耳朵未曾聽見，人心也未曾想到嘅。
超乎我哋嘅想象。我哋嘅銀河系直徑有10萬光年，銀河系本身就已經好大，連佢嘅盡頭都係我哋冇辦法想象嘅距離。但對於成個宇宙嚟講，咁樣嘅銀河就顯得微不足道。子女竟然唔知道有咁遼闊同榮耀嘅世界，上帝會係幾咁焦急又無奈呢？上帝為佢嘅子女所預備同賜予嘅係宏偉又充滿榮耀，但子女冇辦法想象，甚至連發夢都冇夢到過。佢哋心入面諗：我嘅家鄉有一細塊地，住喺嗰度唔係仲好咩？因為思想局限喺呢個世界，所以即使係上帝嘅話語，亦好難確信。既然上帝已經應許，只要按上帝嘅旨意而行，就必定會賜予相應嘅祝福，但佢哋都冇去遵行。各位，使徒保羅成為福音先鋒嘅原因之一，係上帝曾經短暫咁向佢展示咗第3層天嘅榮耀。佢睇到之後，差啲暈低。上帝確實為我哋預備咗咁樣嘅世界，雖然只係稍微睇咗其中一部分，但佢已經有咁嘅反應。各位，一個超乎人類想象嘅世界已經準備就緒。所以，即使上帝向使徒約翰展示咗，佢都冇辦法用人類嘅言語嚟表達。佢只能記錄上帝嘅寶座喺嗰度，左右兩邊有千千萬萬嘅天使，佢哋晝夜不住咁話：聖哉，聖哉，聖哉。人點樣可以用言語去描述嗰個世界？點樣用言語去形容呢？雖然因為以前嘅罪，我哋唔配得到上帝嘅愛，但上帝依然以神聖嘅愛同犧牲，造就咗今日嘅我哋。所以，我哋要深刻反思呢個內容。如果我哋只係諗住眼前嘅世界，行出屋企，就只係可以望到隔離鄰居嘅屋企，即使喺1月1號，為咗睇日出而去東邊嘅海岸，無論去到幾遠，都只係喺12700公里嘅範圍裏面活動，係咪？呢個世界並唔係全部。當我哋由宇宙外面睇地球嗰陣，就會諗：我以前住嘅地方咁簡陋，真係可以叫做一個星球咩？我哋就係住喺咁樣嘅地方。所以上帝話：在我父的家裏有許多住處。返到上帝之國嘅時候，因為嗰個世界係咁榮耀同美麗，冇辦法用言語形容，所以上帝點講？就算同你哋講，你哋都想象唔到。所以我會話俾你哋知去天國嘅路，你哋親自嚟天國睇下。正因為咁，上帝用律例、典章、法度開通咗令我哋去天國嘅路，係咪？上帝應許我哋呢個榮耀嘅世界，賜予我哋夢想同盼望。但係我哋而家將盼望寄託咗喺邊度呢？好多時候真係令人覺得非常可惜。一齊睇下哥林多前書2章8節。這智慧，世上有權有位的人，沒有一個知道的。他們若知道，就不把榮耀的主釘在十字架上了。如經上所記，上帝為愛他的人所預備的，是眼睛未曾看見，耳朵未曾聽見，人心也未曾想到的。只有上帝借着聖靈向我們顯明了，因為聖靈參透萬事，就是上帝深奧的事也參透了。除了在人裏頭的靈，誰知道人的事？像這樣，除了上帝的靈，也沒有人知道上帝的事。我們所領受的，並不是世上的靈，乃是從上帝來的靈，叫我們能知道上帝開恩賜給我們的事。並且我們講說這些事，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語，乃是用聖靈所指教的言語，將屬靈的話解釋屬靈的事。如果冇領悟呢一點，就會一直執着，只要咁樣做就可以有好大嘅權力，只要咁樣做就可以享受更加多嘢。撒旦總係試圖令我哋關注呢啲，令我哋唔可以仰望天上嘅事物。上帝嚟到呢個世界，係為咗打開我哋屬靈嘅眼睛，係咪？
繼續睇下14節。然而，屬血氣的人不領會上帝聖靈的事，反倒以為點樣愚拙。我哋努力傳道，殷勤教導話語，懇切禱告。見到呢種生活方式，啲人通常會話，嗰啲人完全沉迷咗喺教會度，不能自拔。所以使徒保羅話：係嘅，我如果活着，就係為主而活。使徒保羅曾經目睹第三層天嘅永恆榮耀，同嗰啲只係關注世俗之事嘅人相比，佢擁有完全唔一樣嘅眼光。所以佢殷勤、忠心咁為上帝嘅福音作工，係咪？好多人同佢講，如果你去嗰度，佢哋就會捉住你，殺死你，所以請你唔好去。佢話：我為主耶穌的名，不但被人捆綁，就是死在耶路撒冷，也是願意的，因為我見過天國嘅榮耀。一齊睇下14節。然而，屬血氣的人不領會上帝聖靈的事，反倒以為愚拙，並且不能知道，因為這些事唯有屬靈的人才能看透。屬靈的人能看透萬事，卻沒有一人能看透了他。誰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導他呢？但我們是有基督的心了。各位，聖經記錄上帝為我哋所預備嘅，人可唔可以測量呢？而家喺呢個世界上，喺上帝面前，我哋唔應該同世人比高低。只要我哋按照上帝嘅話語去仰望宇宙，喺世上生活嘅時候，就可以謙卑虛己。上帝曾經話，只要我哋咁樣做，去到天國就會被升高，係咪？呢啲都係我哋做得到嘅事。至少我哋心入面要清楚，喺浩瀚嘅宇宙裏面，地球處於點樣嘅位置。咁樣生活嘅時候，先會生發出熱情。嗰個就係我將來要去嘅地方。我哋對呢點要有一定嘅認知。上帝嘅世界係點樣嘅呢？係冇辦法測量嘅世界。大家理唔理解到？咁我哋要將希望寄託喺邊度呢？請唔好忘記，有一個榮耀嘅世界喺度等緊我哋。保羅喺呢個世上生活嗰陣，意識到佢所擁有嘅一切物質、學問、社會地位、權力，以及所有世俗知識，喺主宰成個宇宙嘅上帝面前毫無意義。佢不由自主咁得低頭，降為卑。正因為咁，保羅喺所到之處都盡心盡意咁傳揚上帝嘅國度，係咪？一齊睇下哥林多後書12章1節。哥林多後書12章1節。我自誇固然無益，但我是不得已的。如今我要說到主的顯現和啟示。我認得一個在基督裏的人，他前14年被提到第3層天上去，或在身內，我不知道；或在身外，我也不知道，只有上帝知道。我認得這人，或在身內，或在身外，我都不知道，只有上帝知道。他被提到樂園裏，聽見隱秘的言語，是人不可說的。佢見到第3層天嘅榮耀，並且喺嗰度領受祝福，同得到上帝安慰嘅情景之後，領悟到有一個比地上世界更偉大嘅國度，所以佢為咗嗰個國度同公義努力奔跑，係咪？唔好以為我哋眼睇得到嘅世界就係全部，而係要諗一諗上帝曉諭我哋嘅廣闊世界。邊個創造咗宇宙萬物？上帝。邊個主宰宇宙萬物呢？上帝。但係喺佢嘅主宰之下，地球呢個地方係幾咁微不足道，好似唔存在一樣。
與其成為地上最偉大嘅人，不如從今日起改變我哋嘅諗法同意念，從而成為上帝之國裏面偉大嘅人。如果喺世上被高舉，喺天國就會係最美。聽落可能有啲奇怪，但既然上帝咁樣應許，我哋就要相信，並按照佢所吩咐嘅去遵行，係咪？使徒保羅因為咁而醒悟，而家除咗基督為我喺十字架上犧牲之外，我乜嘢都唔知道。使徒保羅冇辦法忘記佢喺啟示同異象中見到嘅一切。一齊睇下哥林多後書4章16節。所以我們不喪膽，外體雖然毀壞，我哋嘅肉體雖然毀壞，內心卻，我哋裏面嘅靈魂會點樣？一天新似一天。我們這至暫至輕的苦楚，要為我們成就極重無比、永遠的榮耀。原來我們不是顧念所見的，乃是顧念所不見的，因為所見的是暫時的，所不見的是永遠的。雖然而家睇唔到，但嗰個榮耀嘅世界確實係永恆、偉大又輝煌。見到世人對呢點一無所知，執着於呢個世上嘅事物，輕易放棄上帝所應許嘅天上榮耀同祝福，真係令人遺憾。各位，我哋絕對唔可以放棄信仰。父親母親嘅教導係為咗引導我哋進入天國。以前冇望遠鏡觀察宇宙嗰陣，只係可以望到肉眼可見嘅星星。但隨住科學嘅進步，而家甚至可以發現肉眼可見範圍以外嘅星體。發現得越多，就越會被浩瀚無垠同無窮無盡嘅宇宙所震撼。我相信研究天體嘅天文學家，應該比任何人都更加感受到上帝嘅神秘同奧妙。並且佢哋比任何人都更加清楚，我哋人類係幾咁微不足道。所以，我哋絕對唔可以俾自己陷入哀哭切齒嘅地步。了解同領悟呢啲道理嘅人，每日都喺度努力行走信仰之路，但未領悟到嘅人，如果得個軀殼嚟到教會，習慣性咁參加禮拜，一定會令上帝非常心痛。點解講極都唔明，領悟唔到呢？太陽同地球，如果同天國相比，簡直係微不足道。但佢嘅子民唔仰望天國，總係為咗追求世上嘅事勞心勞力，傾注時間。對呢點最心痛嘅，莫過於我哋嘅天上父親同天上母親。即使上帝已經向我哋揭示咗聖經裏面所有重要嘅教導，但我哋都仲未清楚自己應該為乜嘢而活。等我哋透過使徒約翰記錄嘅內容，睇下上帝賜俾我哋嘅應許。一齊睇下啟示錄22章1節。啟示錄22章1節，天使又指示我，在城內街道當中一道生命水的河，明亮如水晶，從上帝和羔羊的寶座流出來。在河這邊與那邊有生命樹，結12樣果子，每月都結果子，樹上的葉子乃為醫治萬民。以後再沒有詛咒，在城裏有上帝和羔羊的寶座，他的僕人都要侍奉他，也要見他的面，他的名字必寫在他們的額上。不再有黑夜，他們也不用燈光、日光，因為主上帝要光照他們，他們要作王，直到永永遠遠。聖經話我哋要作王，大家覺得呢個係咪真嘅？我連自己社區嘅區議員都冇做過，點可能成為天國有君尊嘅祭司呢？上帝話會喺天國賜俾我哋咁樣嘅榮耀，係咪真嘅？
可能上帝只不過係想俾少少希望我哋，先賜予呢啲話語。繼續睇下6節，天使又對我說：這些話係點樣嘅呢？是真實可信的。呢啲說話係邊個講嘅？上帝已經明確咁俾咗我哋應許，無論喺呢個世上遭遇點樣嘅艱難或者困苦，將我訓誨存喺心中嘅百姓，唔好怕人嘅辱罵，唔好因為人嘅毀謗驚惶，佢哋嘅誹謗同毀謗好快就會消失。各位，人生好短暫，我哋忠於上帝嘅時間亦好短暫，即使敵對者毀謗我哋，都唔會持續好耐。這些話是真實可信的。主就是眾先知被感之靈的上帝，差遣他的使者，將那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僕人。聖經咁樣教導我哋。各位，我哋應該為咗乜嘢而活呢？如果將來要喺天國作王嘅人，冇用時間嚟侍奉上帝，而係浪費喺世上，到最後就只會呼喊：主啊，請開門，請開門！我而家清醒啦，從今以後我會努力。上帝就會話：我從來唔認識你哋，請離開我。各位，絕對唔可以俾呢件事發生喺我哋身上。請唔好忘記，永恆嘅世界等緊我哋，直到父親降臨嘅嗰日為止。請以信心懷抱住巨大嘅盼望同夢想。如果各位好難想象我所講嘅內容，可以上網搜尋宇宙嘅大小或者宇宙天體，就會顯示出所有相關嘅資訊。請大家上網睇下，然後你就會領悟到呢個地球真係好微不足道。但我喺咁樣嘅地方傾注咗所有嘅心血。上帝為咗將我哋引向天國而莅臨呢個世界，我有冇按上帝嘅教導過正確嘅生活呢？我哋要每日省察自身，係咪？一齊睇下羅馬書8章6節。體貼肉體的，就是死；體貼聖靈的，乃是生命平安。原來體貼肉體的，就是與上帝為仇，因為不服上帝的律法，也是不能服。而且屬肉體的人，不能得上帝的喜歡。如果上帝的靈住在你們心裏，你們就不屬肉體，乃屬聖靈了。人若沒有基督的靈，就不是屬基督的。繼續睇下12節，弟兄們，這樣看來，我們並不是欠肉體的債，去順從肉體活着。你們若順從肉體活着，必要死；若靠着聖靈治死身體的惡行，必要活着。因為凡被上帝的靈引導的，都是上帝的兒子。你們所受的，不是奴僕的心，仍舊害怕；所受的，乃是兒子的心。因此我們呼叫阿爸父。聖靈與我們的心同證，我們是上帝的兒女。既是兒女，便是後嗣，就是上帝的後嗣，和基督同作後嗣。如果我們和他一同受苦，也必和他一同得榮耀。當諗起天國嘅榮耀，每一日都會心潮澎湃。我咁樣嘅罪人何德何能，以至於上帝為我預備咁美好嘅未來同宏偉嘅世界，仲令我可以喺心潮澎湃嘅感動之中度過每一日呢？呢個係幾咁大嘅恩典，幾咁大嘅祝福。我哋都懷住咁樣嘅心態同信念，一齊勇往直前。咁嘅話，大家出去傳道嘅腳步會變得輕快，嚟教會嘅腳步都會變得輕快。就算只有一個靈魂聽，我都要將呢個美好嘅天上世界話俾佢知。我哋會自然而然咁開口傳道，係咪？繼續睇下18節，我想現在的苦楚，若比起將來要顯於我們的榮耀，就不足介意了。我哋要明白，暫時嘅苦楚同將來嘅榮耀相比，根本微不足道。睇下24節，我們得救是在乎盼望，只是所見的盼望不是盼望，誰還盼望他所見的呢？
但我們若盼望那所不見的，就必點樣？就必忍耐等候。意思係要再稍微耐心等待，睇下會有點樣嘅結果。上帝咁樣證明我哋係佢嘅子女，仲透過逾越節嘅約言，將佢神聖嘅肉同血賜俾我哋。上帝話：你哋如果喺新約裏面，我就要作你哋嘅上帝，你哋要作我嘅子民。雖然全世界都話上帝係佢哋嘅上帝，但最終上帝會揾出有佢基因嘅人。聖經記錄，上帝會喺我哋嘅額頭上做標記，係咪？上帝知道一切，我哋喺地球上嘅日常生活固然重要，但係對天國或者未來冇盼望，只係為咗當下而活，就真係非常不幸。等我哋展望未來，克服今日嘅一切困難同痛苦，引領更多靈魂悔改，同歸向賜予我哋真理嘅天上父親安生康上帝同新耶路撒冷天上母親。希望我哋每個家人都好似使徒保羅一樣，每日懷住激動嘅心向天國奔跑。希望各位通過今日嘅話語領受恩典。今日嘅講道到此結束，多謝。